都變死啦。各位聽眾，歡迎嚟到頂嚟收聽原來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人好都在做我嘅一對一，攏是個聽咧一對一啊，一本後醫啊，咧毛毛菇啊，แล้ว個毛毛白啊，聽人講嘅故事，所以這個禮拜我請到一個特別嘅嘉賓起來同我講伊嘅這一對一嘅故事來聽一下，歡迎咱嘅特別嘉賓南西，歡迎，耶！早起好，暗暝好，下晡好。甲你講這特別嘉賓真歹請，你真無閒吼，唔是無閒，我真驚我嘅故事真正地。哦，你看一本老醫人，敢會講到2-3集，我想想哦，我應該是迄天啊。無夠一集了啊，應該是半點鐘，我嘅收大了。你知成個咱幾個事，特別講5分鐘，講是講個點半鐘嘅，所以啲有誒唔夾講嘅。特別嘅就一人講嘛，我一人講就有淡薄。未講嘅，咱老人傾偈㗎嘛，拍曲㗎嘛。特別我同你講隻招啊，我係特別夾邊嘅啦，我人講話，可本來福建起來講話啦，嗬。隻哇死人看啦嘛，現場隻招啊，我隻招有機會甲人講，你估嘅就一條講話講你估嘅就係，冇機會，唔是講冇話講就。你看 OK， 你咪好。我拄到呢一擺，咱其實捌干嘛？愈一人甲我一人講話1點鐘，我算是無咯。我人去食物件，我兩個人來叫。對，還一道對，哈。真正久了。哈你機會只。哈你是都無安尼紅，都無安尼紅。時間真真濟，都無安尼紅。哈時。頂頭我都無，我頂頭時候無去 KL 了對，啊去 KL 時去 KL 時候無講呢無用嘛。對，食了，你想要食到我做咩？我會帶你去食呢，因為我未記。喏，未記哈。人是，我會帶甲你去，你有時間好啊，你我能夠去個雲頂，去邊個食啊？雲頂半山去食，我食個濟了個แล้ว無多個無事。哦，咱攞去食鴨咯，叫，咱去食鴨，แล้วก็去食咧食鴨，是唔是鴨？唔是鴨，有隻榴蓮，有咧煎榴蓮咧，你啊一定。對，我迄個是大佬講，迄個是加熱來啊。嚇，咱去加熱哦。比雲頂更加遠。哦哈，咱去食咧糊，咧脆糊嘛對，伊脆咧，唔知咩糊我去食脆糊先，咧，所以我講無我去食。煎即個榴蓮，煎榴蓮嘅，對，咱唔是其他位，咱是隻毛嘅位嘅，伊是隻毛，咱參食一陣嘅人個了啊。哦，迄個是親子 arrange 迄個是第二，迄個是上一道嚟 ，because 伊廿隻歌好玩嘛，因為我老細，我甲你個機器嘅是，特別無相，咱個機器嘅，我未記啊，做咩幾晚記邊個？特別我錄音嗎？你會記哦？有會記，我看到幾個。有錄埋音，你看到。我看到街路內面有一些 construction worker 呢行過穿條你 safety 嘅 vest 嘅，แล้ว我看到แล้ว我後尾我正話把路尾間南西講，你寫字頭前有人做緊，我就尾講呢，冇嘢頭前。我教我伯伯朋友啦。然之後這本是搞白白，會拄掉嘅啫。我講你做這事會拄掉啊？搞我做這但是拄掉，因唔捌拄過。但搞做這你又拄掉啊！搞了講我唔係搞到白白。你看這，一個旁鏡，大毛哥，南西，大家這禮拜我咪跟南西拍卡，哇！10幾人看本啊，別擺啊，兩隻，擺啦，早起咪做緊，咪困我，但拍卡，唔緊 OK，嚟，咱看咪聊點聲誒，只快過咧，2點鐘3點鐘，我唔知你講嚟估都唔記得。如果我講3點鐘，我看哇，講緊3點鐘，我應該冇你靜嘅，好像有誒，
人細漢講起講嘅大漢都是有物件講嘅。我唔會你殺，我唔會讓殺聽你鬧嘛，我諗。特別無，我看你經驗過物件是較濟，所以有較濟物件講嘅，佢你個少人特別濟物件講。OK，咱來講細漢講起先，然後你若是講你感覺就有咧成啊。我係我啦嚇 ，OK， 你看一對一是我我別再較濟，特別我想講，哎呀，這往時你有咧物件你較無好勢講，有陣時我家己本袂記啊，都知啊，真正。是啦，我會你開始袂記，真較重要。你有當時人講起係，我個想會記。特別都袂記嘅是30、20年前嘅物件，可能。入過你整嘅，唔知我別記得乜做，叫我未記啊！有陣時真正細漢嘅嗬，我聽我媽樣講啦，你做老做會記到細漢。對，是唔是啊？伊成個 repeat 對啊，你就係咱聽佢 CD 聽了，會對頭前。對去細 A， 對，細 B 啊，我對去細 A 啊，細 A 啊，你看。小劍虎撲嘛，小劍虎係老細，了個哇，即係冇冇白車咯，correct 叫我 correct，你話齋 correct 加一百，佢哋佢嘅寶嘅囝孫㗎啦。好了，我聽就好了，100啦，地幾嚟寶啦，咪加了啦。你人啊，看這 episode 嘅時，若是講你人有興趣要聽最人一對一個我拍曲呢，咱會使到啲 comment 嚟寫 ，OK？ 咱看到是 comment 嚟寫咧，我等時佢你寫等了，我後啲約另外一個咪個人講是怎個，我後啲約我定另外一個嘉賓啦，真會嘉賓呵，所以到時咱來看係是接住 OK？ 咪當然啦是 focus 喺南西，你知唔知啦？呢轉彩吹呢，人講話7分鐘啊，按再係點半鐘就應過 OK 嚟，講咧，我能講嘛？你是到得位出事嘅，哇，我出事搞我大位不是啊，唔要緊，你到出事啲迄個Seberang Perai 邊界，巴海邊，我啲唔是巴海，我啲Simba Lai邊界，Simba Lai，因為Simba Lai 人仔啊。應該薄蘑菇咁樣樣仔啦，薄蘑菇樣仔，薄蘑白仔啊，薄蘑白特別在Simba Lai，因為巴魯一直落來往是叫Simba Lai，特別往河南唔是叫Simba Lai，巴魯人本唔計，唔知我巴魯人唔知真，叫巴來巴魯，是巴里本達，是巴里本達呀，呀，巴里本達嘅名叫Simba Lai嘛，我唔知 ，OK。所以叫Simba，OK， 等陣咱翕相影成，咱翕者咱來，這是咱嘅，你咪使係 keep 啊，這是咱 poster frame。叮，等陣我俾 save， 等陣我instead of 然後 OK screen capture 我等陣去 save 啫。OK 得啦 ，OK， 真係OK， แล้ว嚟 OK 講到啲事嘛咧，所以你到啲事嘛咧出事，你家庭是大客餅呢，還是唔是家庭咪大客餅，應該是我大會無攞管處，所以你爸爸樣是大大餅嘅，特別去巴里門達成嘅，多大餅冇可能冇攞管處，冇可能冇攞管處嘅太平。哇，到底咪我到啲Bagan Serai嘅，我到啲Bagan Serai。Bagan Serai，所以你把大Bagan Serai大過即係呢？大7，我出大7-8年。你前日本，是你看就是講我冇安在。我係小這啲我講過，我未記啊。你想就會講到半路嘅人嗬？你打會硬噶，冇人插咯。會硬嘅少少。冇人插咯。係了。我啲邊個讀過冊本咧？我讀過小學，讀過我係見那班嗰啲邊個了咧。OK， 所以啲邊個？你是到啲Bagan Serai大，特別到啲巴里本達就係出事。巴里本達出事，因為巴里本達跟Bagan Serai是我點正啊？你看啦，冇 highway 本愛甲古啦。了，你是
你是大汉囝、細漢囝、中囝啥物？你是第幾個囝出來？第三，第三，然後你出來，敢若係第嗯，一姊妹，敢若有幾個？只傾我個小弟一個高弟子，是無小妹呢。哦，你有一個哦，第大漢，高子喎，小弟，第代表無大漢咧，小妹。第大漢是哥是你大漢姊？我係高哦，所嚟，以你我係哥了，你是姊嗯，了，女了，你小弟。我小弟，哦，OK OK，是嘅 OK。了，有人甲了你嘅小弟清查個，你清查就幾歲？我個小弟較趕啦，我哦個，OK，所以小弟但面說小弟冇大啲辦公室來過啦。嗯，嗯，了做咩事幫佢我係高，改變嘅？我係高，我係知是啲本領出事嘅啦，我哦，係高，我是知是啲啊，本領，伊啲本領大人特別頂到樣是啊，大條面本，你白冇本領出事。大面。我係爸是阿姨答啊，哦，你爸是愛淡嘅人，是我唔知我係爸喎，你冇講過啊，啊？我你是本領人嚟，有啊啦，應該有啦，我你是本領人嚟啦。 ，OK OK OK，我係講我係媽，我係哥，我係直嘅了就是本領人。哦，特別你會出來人就是別人人啦，所以大家對別人較就是佢出來人啦。我係翁是小妹，甲伊嘅媽甲伊小弟小妹甲搬去本領呢，小妹啦，即10幾年甲搬去，因為伊嘅小弟走去本領做工。哦，I see。嗯，了所以我看你我哋咧這樣同佢，你所以你到底你爸嘅病是邊樣人，愛你爸是愛淡人，你媽嘅病嘅，你媽咧？我媽是中國人，哦了細漢就走嚟拍錢嘛，哦，就走嚟你是講伊是台南到啲中國走落嚟整？台灣調過，哦了伊是無登記。哦冇哦，你看你幾好，我係賣是本無登記，你所以特登講我係賣，我特登講賣，你是 communist 我就啊，所以伊是無登記啊，是紅登記，伊無完全無登記，伊紅登記，紅登記。伊小妹夾就紅登記，伊幾好，我係爸了嘛叫他。哦，安尼款，哦，我好像唔知，嚇，因為頂擺就係中國人，一走嚟就是走嚟個大城，哦，是啊，做咩事？迄邊個接嘛，迄邊個伊人行來嘛。哦，到底倒落來，你記你捌聽過你媽？伊唔知啊，我講，我是講伊樣是啲嘅大接啦，所以伊大啲嘅大誒輿論迄邊個咯，我會記。哦，你媽是蝦米人啊？你媽是江湖人？我爸嘛本江湖人嚟。哦，你爸媽嗱，你本江湖人，所以按甲講，特別我係爸別，是嘅，我係爸嗬，是比較講廣東話。我係爸是對講嘅話嗬。你講潮州，我講潮州，因為伊嘅媽是潮州人。OK， 所以對伊媽講。爸就渣絲嘛。伊有可能有人白我係講嗰時白我係爸。做咩事？講話一名出名。唔是出名啊，就是迄邊迄個，因為頂擺識甲所在甲下面嘛。哦，甲識所在。大上一個區，特別這個區無佇哦，頂一對伊吹哦。唉，啲大陸了嚇，我係講。愛淡名啊。無我係貼個了去。哦。去 condo 是去面嘅。一時啲迄個我會記啦嚇。一時啲。是唔是頭前樣叫咪老夫子？我有一個廟，嗰時唔知巴薩，嗰時咪伊彎入去，我知馬路伊嗰時有一個 route 吧，彎入去嘅啦，直去迄個拍青波嘅。哦，呀對，誒，是唔是迄個有一個 route 吧？是彎3點，彎3點咧去拍青波。彎3點去拍青波。像我頭總領前是有淡薄小吃中心安尼款嘅。是唔是我總領嘅？我撞你嗰邊嘅，我唔知。屯門嗬，我係講你做屯門嗬，就看到迄個市政啊。哦，看到咩市政？撞領嘅市政啊？看到有一個市政，唔知啊，我唔知有一個市政咧。市政但邊是愛淡嗰邊，愛淡嗰邊有一個拍，有一個 roundabout 是到啲迄個頂到有一個戲台，變咗來去，了。了啲大我就唔知啦。下邊我記上就是下邊是事情啦，我冇記，我未記啊。等陣下你講咩啲人，除咗有啲講到 comment，
無啦，冇白可能較了解哦，垃圾冇白較了解。你講那邊有隻醫學館，了個有時正樓誒，就是互我想起我來那邊，我頂到是去大那邊，要去愛淡嘅位。了你3點你那邊對去成個成吉山卡邊嘅，你我成吉山，我邊能曉啊，哈對，我知灣啦，我唔知是聽人講灣啦。正就邊咧去那邊去就是成吉山卡邊去，淡薄斜邊了有一個咧愛淡嘅水壩嘅。來掉，能夠頂到是叫來。應該是，即係來是唔是80年代先？我會記是80年代嘅，因為小妹就90年代時就變 supermarket 去，頂到是看去大來頂到，特別本是叫來。我過一邊在 super 我是會到處邊去嚟住咯，一間啊啲咁樣。即係你上嚟邊咧，我頂到時，細漢冇講上啦，細漢冇講就上嘅，是大日子我嘛愛去食愛去飲嘛去，因為我講我媽70年代已經死啊，我死去過去，我媽已經死啊，我講時我唔捌過佢，我唔捌過佢哋講嘅，搞想，我小英都唔捌過，即是呀，即是你爸，我爸12歲就過世啦。你爸12歲時，伊個爸就過身啦。你講就過身。我爸冇3歲，我講過身時，日本拍攝嘅時，我爸冇3歲，伊唔捌看嘅。伊會記我嘅講啦，伊會記個記爸咧，是上個我人會記嘅，係咪？講小英就咯，我看佢一條小英，我會講小英。我一條冇。我會講啊，正道我參加迄個當今迄個。K-pop 呢？不，你在係咧，你在講係咧你在你捌去咧邊咧嘅咧娘咩啊？你車食厝嘅咧娘 Palace 唔是娘 Museum 唔知咩會記叫咩啦？你娘嘅張法師唔是張法師，車食嘅唔是張法師是你諗哪食車食嘅一間叫咩娘 Mansion 對，娘 Mansion 你咪是一條小英。伊有一個就按到一頭面是中國榮嘅，你看咧，所以伊個 style 就是嚟看咧，頭毛水了穿西裝嘅，你看咧就特別我看一搭，我看到我唔知係啲小英是幾時翕，特別係啲小英我人我爸母人對中國我感動時，伊係就小英會調到啲伊個頂到我講嘅我媽大厝係咪？所以不就英是我就係人看，即講咩？因為呢個是咧英國嘅。係咪嘛？我唔知本嚟 because 嚟無久呢到日本，我唔知幾時嚟本嚟，其實我特別對每一巴仔啊。anyway 講到對邊度中國嚟本啊？我係講到中國嚟，特別我問你嘅巴是到啲邊度出事哦？所以你講是中國嚟。我是三我係講是中國嚟，我係外講啊。我係嚟講啊。我嚟講應該本唔是啲中國嚟。伊本是本地人啊，應該一頭冇齊，我頭冇齊。我嚟講阿毛，แล้ว我爸本是講阿毛喎。你爸本是阿毛齊？我爸冇齊，我爸是讀Methodist Boys School 啊 ，Methodist Boys School。邊咧？OK。喺你有小英啦，我講。แล้ว我唔知係咪爸讀這裡。講8個零時等我。可能。嗱，確定咯，確定即係冇病咧，講起嗰時嚇，確定話即係以前講嘅啦，出來啦。當你即咩山環係咩啊？即係山環啊？是山環啊？依個咩邊呀？貴啊！對，伊係你擺係你拍箭嘅嚇。了 OK， 但所以你嘅媽呢？你在你嘅媽嘅爸母嗰邊你講你媽是中國來嘛？所以伊爸母是有大到甲伊做出來啊？是伊爸母到中國？你掛媽？多謝冇錯啦。因為我嘅媽生了我媽是大漢嘅嘛。我媽是做大嘅。然後第2、第3屆了，第4屆了。第2、第3個頂就出事啊！所以你嘅媽帶參伊來檳城了，伊個有接來個攞嚟驚。
你媽，所以特別咁樣，你媽，你講你媽就過來我係媽嘛？哦，你係我媽？媽嚟，我媽生㗎，學我媽過來咯，教我講嘅啦過來咯。哦，所以尋你講媽做就係過來嘅，啊，帶到你多謝過來媽，啊，帶到我媽過來。你知到底到一格然後來哦？小妹加寫我第二嘅姨啊，第三姨了，你點解？你會記，啊，你會記你會，誒，真冇嘢啫，哦，對唔對？你會記你會媽會邊到中國得一格，你知到倒來？我係媽。伊有講過，特別伊無對記過，伊個名是有寫佇迄個冊誒，伊有講過。伊是叫咩位？我是應該不錯是台山，廣東台山。哦，你是台山啊。你是台山嘅人嚟嗬？哦，台山啊，我爸媽不是台山人啊，哪裡本台山啊？台山是講台山話冇成個講話喎。成寧話咯。成寧話嚇。成寧話咯，四代包四內包。你有講成寧話？我未啊，因為我講無講，我講未曉講啥，唔知我講咩準備曉講，唔知我講可能曉講無夠人講。你我係做是客人嘛，我係做無講成寧話，我係做是客人，我係意思講我係掛講嘅唔媽，掛講嘅媽。OK。特別伊是蝦米啊？伊是迄個蝦米人啊？迄個高州。高州。哦，高州。客人本來高州高州的我較會曉，我較會曉聽，因為我細漢就去做。你 expose 你做，expose 我做較濟伊嘅客，伊講嘅高州話，我就會曉聽。唱歌嗰啲唱歌嗰啲。哦，欣賞音樂。成日你去大陸，你去悉尼啊？你講你悉尼，唔是你去邊啊？你去悉尼啦，有高州嘅人就會知我講咩啦。你去悉尼啊？了，這裡有曉聽啦。你會記如果有啥會記掉你頂到到底邊樣大是點啥是你會記掉當今啦。我無邊樣大過我大。咪你唔是你去邊樣嘅點啥？去邊樣嘅點啥？我去邊樣點啥哦？較濟頭濟是為咗清明去啦。為咗清明，嗰是為咗咩啊？看迄個。煙花的呀！放煙花，點解你會記哦？放煙花你會記哦？其實清假是啊，其實係清假啊。伊是今年是到誒？是12月31號嘅是放煙花，還是幾時放？伊是比賽，嗰時係什？你看你唔記？伊是外國嗰啲來放誒，伊唔是講for countdown誒，我會記。伊有比賽誒，迄時我5、6歲、4、5歲嘅時嘅，一看個了嘅時候，去這啲邊個當船隊啊？我冇記名嘛，點解冇記名嘛？當準對嗬，佢交做試點嘅。好喲，就去試點。你是去到啲喺你Esplanade 喺邊看對唔對？我唔記哦，太邊啦，應該是。伊是喺邊有隻巴當嘅 Esplanade 喺邊，Calling 啦 ，Calling 啦。我嗰時那時是看。我記定到我去看班會是到喺邊去看嘅就是。伊是比賽嘛，嘛講哇，這啲是日本嘅啦咩啊？你講，哎呦，我未記本咗咯。規個宴會是安怎我別記啦。伊講夾大旗喎，即個我哋都夾大旗是清假咯，即是清假是幫人會唔知本啊。我別記啊，因為我3、4歲、4、5歲嘅事。了我個真正把路都冇我啦，本來我真正少念啦。哦呀，我真少念迄個名咯，迄個。還那個定咪個背景定到這啲邊個搶？即完全就是冇嘢，完全是冇嘢。你係咪？你有記啲啦？咪有想到係咪？到底係邊嘅記得係咪物件？到底即係講那個？不是還那個 OK，真係真係，咱講還那個，但我講 Esplanade 係邊？咱福建話就叫做古關那個。到底喺邊度 Esplanade 就叫做古關。Esplanade 係做古關那個啦。所以但講你先關那個講 Sunrise 喺邊，當今無海險嘛，一屯頭嘅啦嘛。所以你會記掉頂到你國家嘅事，當今咩？你講到底你南邊嘅路，唔是到底海邊嘅南邊嘅路，你小環節物件係咪是新嘅啊？頂到人嘅時候，伊是到底規條路擺到底嘅路邊會擺掉，你可能攞一攤到底。路頭，英國關那邊擺架去後尾邊迄個
你唔會夾咩黃隻超下邊嘅，會跟人硬講下邊去嘛，所以規條路牌，所以你到底下邊嘅時，你會記掉嘅時，你會記下邊物件到底下邊嘅關哪夾邊，你下邊 memory 會記，伊會落去伊嘅。你記哦，伊有山，落去伊個，你食了個走去邊個，伊山咧跳，伊會記，伊會花啊，伊會電花跳啊，是阿毛花咧，伊個殼咪咧哇，你看咧，加，唔你講起我會記啦，對，伊會定啊，跳三卡啦，可能跳呢邊啊叫，你先話那個落淡薄咧，就無，先話那個就無巴肚啊了誒，對。你記一巴肚到了誒，我記先話那個。我上來三邊就較一巴肚。迄個就是先話那個上條路誒嘛。我記我有一道是食豆花，然後我到底下邊阮就一半，為了 between 個未到迄個較後尾有海沙鋪嘅位 ，because 特別去較遠啊，較我鋪底邊較海沙鋪，然後伊個有一擔豆花，逐擺我去食豆花。然後還是唔知大風暗嘅款啊，大風啊，差唔多把你個落下過，伊海影只大咗，所以我當面食豆花食，啪！伊海影食起來落去我嘅豆花㗎了喎，然後我食，哎呦鹹嘅未食嘅，海水入去㗎了，所以我會記起來咯。你會記到特別前面是食咩？椒英菜，冇笑掉。椒英菜啊，我即係嗱，會記椒英菜啊。嘅路邊啊，嘅路邊啦，迄個大有椒英菜啊，應該較濟人食過啦。對。到馬路嗬，隨袂到啦，安尼好食嘅椒英菜。頂到我是會記，我正價是無。I think 嗰邊有一笪到底搬去咧古關那間嗰邊小販中心嗰邊。古關那有一單油影場面就出名，特別我唔知是上一單我唔知啊。所以 OK， 大陸嘅味素，頂擺嘅味素食袂到啦嗬。我唔知我食過，我食油影菜咯。油影菜啦，下面不好啦，不能嘅。就是講我哋都講伊 lamp still there。有可能間關那家邊嘅伊個路頂嗰度後邊個。對。應該有個。I also remember after carrying the flag, even got fireworks. Maybe 是啊，即係我聽你講你幫人開過，就是迄個人去夾機啊，清街都就夾機啊，嚇掂去啊，我未記。你人夾咧，大機隻大機啊，那光了呢，夾伊膊頭呢，是係啲處嘅位啊。伊是甲紅光有關係啊？是咩？對，我 I think 成間唔是冇關係，甲紅光嘅。我唔知有冇人講就係 chat room 嚟講。Because 特別我係記清嘅 ，because 做咩是 international， 因為清嘅是用無上國家派無上嘅電來，日本嘅電更嗰啲機啊，因為更到啲嘅來機我就冇咩看到哦。伊是到啲嘅路南邊咧，是夾到一機佢清嘅啦，你明？就啦，往時講夾機咯。我講嘅是70年代啊，79、80後呢，80幾後就冇了嘅，80幾後就冇了，有可能我哋都噏唔出事個。出咗啦，清嘅就 popular 本。等陣講你講定到講係咪？清嘅 not religious event 嚇，你講清嘅唔是 religious event。伊即是安怎我 history，你去講到去 Wikipedia 看，人家把只人講清嘅，特別有人嚟講，即係叫做清嘅咯。伊是日本話是咩話？啥物話？清嘅啥物話嚟嚇？我唔知話啦。你講 still God 喎 ，this day 講有喎，清嘅。清嘅是你看到咯，唔是咧 bright flag 嘅清嘅啦，唔是 bright flag 嘅清嘅啦。特別有嘅點解？你講起我就冇想起，就冇特別我嘅，不只能 regular 特別是人講到啲清嘅話題，特別聽你嘅聲。then 你到底細漢嘅時候，你會記你細漢嘅生活安怎嘅？我細漢，我細漢生活是冇先食啦，冇大日子啦。係咪數嘅？冇先食冇大日子嘅，因為我唔先食做生意嘅，冇。我係厝，我大是啲店裏面解嘛。我係厝就是啲我店就是我係厝。係咪成嘅？我成家攏佢哋，佢喺那邊。
去咖啡店。特別你唔使喺諗諗，特別你開咖啡店。咁唔是。所以你細漢加大漢就是I mean 你細漢嚟就是成日到處就是你成年就是你厝，隔了攞埋一齊。攞埋一齊。你阿妹就是阿妹可能大啲店嘅阿妹呢，你看咯。你講你大啲店阿妹，你店是大啲大餅？唔是，我店啲白金沙。到巴干斯莱成，แล้วเราปฏิบัติที่ใต้เป็นสุริเดียมมันstill 到ที่巴干斯莱個。冇。還是你講搬走，搬隔了，所以你到啲巴干斯莱，你7年嘛？你講你到合併差唔多7年嘛？所以合併實幾多？合併你到你做生意，佢冇必然到合併啊？還是？我未出事已經做咧。OK， 所以接落嚟你爸嘛有做咗佢哋生意啊啦。伊是寫了我嘅子歸後，冇錯。了唔知七十幾年是人家搬去檳城嘅，走去邊個做生意嘅。因為啲檳城冇做生意嘅，啲檳城我爸媽唔是做生意嘅。我爸媽是做巴士裝嘅啲個丁嘅。安怎講話？係咩物件？我媽做雜誌工嘅，伊走去檳城嘛，我媽是走去檳城嘅。走去檳城嗰邊個做工，伊18歲嘅時，然後我爸咯。我爸咧就是做一個應該冇錯，我爸是四海鎮，是唔是啊？是唔是啊？巴士我諗有一個巴士頭家是唔是四海鎮啊？差唔多成啲名係識我聽到。是唔是啊？巴士公司啦，我喺巴啲邊個做工嘅？我爸啲做工，你定買我嘛是做呢？定買人去巴士咪是喺你巴士。你夾啊！夾，我就是個鐵頭啦。我就是個鐵頭。我冇做雜誌工啦，迄個是你嘛是賣鐵夾咧，還是賣做迄個夾嘅物啊？啲巴士邊夾？做 conductor， 做 bus conductor 你嘛？哎呦，你知我成日我愛做 bus conductor 嘅，知哦。我成日是真係個做 bus conductor 嘅 ，because 我厝一支咧夾物件，我逐擺我賣單，我去人燒嘅單人，你知我是係紙樣紙巴，上面對嚟啊，好伊夾單掉，我就燒起來啊。我係一個 clipboard，你睇伊第隻 clipboard 嘅巴是嘢，要唔要去落下？啲佢三波，嚟去 Q 錯仔，對，一條你看了折，你如果跌，你要去到落跌嚇，然後路呢？你嘛做到，你是夾伊你夾咪夾講伊 handle，跳伊個 driver 對才行。我就是教個做 conductor， 你嘛捌做 bus conductor 佢厲害哦。所以可能你爸媽本這句我係，你爸你爸咧，你講你爸，我爸本是上一個公司入邊做，特別伊是做咩？伊是做 management 噶啦。OK。做 management，伊是啲內邊佢哋接啲腳可能對巴士啦。八條咧一樣的教員，那時候我哥我姊樣噶啦啲本領出。啲本領出事。你到底巴干斯個邊點嘅時候，我是按照你把你出事搞超飛會記得。我對面是去大陸。我係店嘅，店嘅對面是去大陸。然後就是講我大日子咧，我冇先知啊，我唔知先知係安怎背。我俾搞到9歲以前，我走開店，因為對面是去大陸。because 人去看戲嘅時候，咪都有物件接所來談生意啊，有生意。我就是都唔係話，我是啲去大大漢嘅咯。因為下次去追係接起因為去大頭嘅，去大頭嘅就是我樣嘅出租嚟。你講亂計稅，亂點是計稅 ，OK。亂計稅，所以我計伊嘅囡仔就亂食嘅，people 差唔多8歲嘅，白佚佗。佢就走去大內邊，有睇啲走去對面咯，佢哋projector 店 ，OK 咧，projector 店，房間，迄邊架看伊安怎放迄個 film 起咧，伊個有迄種一支唔知黑色嘅，成個作可能聲嘅。成個青枝啊！唔知伊是何伊唔知伊分我是咩嘅？伊是一支我帶去吸來伊嘅成青枝啊！我成日看到下啦，我是走去，因為有頭塊看到一出戲哦，
講一個囡仔甲一個老人放棄的老人做朋友，你看你咧？啊，我就是一個囡仔咯。有次是嘛是係咩？伊講一個，唔知是法國戲，嗰是唔知咩戲啊？唔是阿毛戲，法國戲、德國戲咩鬼戲？伊講一個囡仔甲一個放棄的老人嘅故事啦啊！我就想我規日就走去嗰邊甲看咯，啲嘢坑呢邊甲看戲咯。所以你是介 projectionist 做到底下邊嘅看咁，我你是老人嘅啊？你會記伊我冇講就老人應該是40幾嗰種啦。了個人看人去畫迄個 poster 咋？頂擺我人會戲迄台咧是手畫咧。呀，對。伊個戲嘅 poster 你特別夾手畫，你是講你大條，係到啲外口戲大外口，還是細較細條嘅？佢會鬧收音啊！你看你咧，唔是迄大咧，上加到啲大咧啲面迄咧，戲大頭整嘅規大片一地啊！對，即落去看畫，我看人畫，哇，伊樣有一個位樣家己畫，所以迄台吼樣嘅 staff 伊唔是 outsourcing 嘛，樣家己畫。所以樣家己寫好料，哇！所以我畫袂出咧，你叫別人畫出咯，畫袂出咧，實點畫袂出。所以當今樣是，你是個樣是學樣有一個，maybe 有一條嘅細條嘅效應，還是 poster 喺上面，了樣特別對條邊畫，對伊迄台頭前嘅咧旁部，可以獨地，迄一個旁部嘅畫啦。對，趣味嗬。趣味看畫別人畫出嚟畫袂出了咯，你叫我畫上細細條嘅面相乜味啊？張國榮咧畫起邊咩面嘅？免放嘅，那免放畫都想做人吧？有啦，我咧講，我袂出啊，點解人？特別我聽講較濟畫嘅對嘅人是迄種一個較舊嘅人啦，較濟是啦，人較舊畫嘅嘛，一個舊嘅人，你若啥？你看甲古老外口，古嘅無物件做，所以讓家己啲用手畫畫變做舊畫去。嗰是畫派嘅人畫嘅。是有咧，較有可能較舊畫多，人買無興趣讀出來，了變做尋派去了，變做人哋款。有可能。成個人是派嘅一種咯。派嘅種，我可能就是安尼款，較真熟噶。比較是有隻影響到。甲 entertainment 影響我，實可能是安尼款啊。對。對戲是真了解，咪70年代嘅戲，頂擺有看迄種咪狄龍，即狄龍嘅戲已經是唔是我年代了嘅嘛？頂擺小排咪都被盜了，唔是我嘅年代了嘅嘛？你因為即個我人有看，我人甲會曉。所以你到底下邊，你 even though 你是到底出來是做個別點嘅，你有打開手你就成個做生意，你做生意你會做咩？你 responsibility， 你責任是做咩？sale。sale，你當今啊，安尼一年後啊，你見 sale。我無見 sale，我 sale 半，特別我真見 sale 咩咯？係咪？頭姜簽啊？頭姜簽啊，迄種我真見講把攞本用嚟寫，我迄隻甲教我嘅囝講啊，我講啊，你知哦，你唔捌哦，寫下面無你杜蘭咯，我啲杜蘭就寫即個頭姜之種嘅。Because 有咩寫幾呢？就去念，因為阮厝吼，阮厝咧頭前咧是隨大學人嘅，我頭前是隨大，我嘛標煮嘅咯。我嘛標煮嘅，頭前時我嘛標煮，我出事時我知物件時我嘛已經是家己賣啦。特別以前伊甲我講過吼，樣是隨河人，了隨河人吼，佢真激氣，伊講規隻河邊食樣看咯，因為有生意嘛，了我嘛賣水了嘛，我嘛是賣水了，賣茶賣咩，了伊就食了講教我拍嘛上賣啊，你看，了後尾我嘛就起哄咯，我嘛講。家己煮咯，家己做咯，我嘛標煮嘅哦。我嘛就調工，家己學。伊安怎學咧？就是坐翻去食。錯，未怪你當緊咧小研食物件，就是那款。我唔是研食，我會曉食，特別我無貪食。冇你聽研究，你聽研究。我研究啊，伊坐翻去食，伊一件一件食吼，伊講即件嘅菜袂歹，安怎，伊安怎做嘛調工哦，去人嘅砧板啊，唔會啊，人煮嘅時去人砧板看，偷看，
伊毋烤烤洋甲泡豬啦，飲者啦，啊去咁辦看者，哇，看者媽你，啦，無人咯，我感覺你對啊，到你買整滿淡薄，我感覺到你買我只嘛是真賤嘅人來咯，真哈賤嘅，對，真賤嘅人來，伊只是做一支咯，我嘛是，只上個女款滿淡薄，我感覺到，啊。แล้วอี細細漢就甲阮講吼，嚇人啊，安怎安怎啊，安怎安怎啊，咧伊有影伊會讀報紙互阮聽，哦，伊逐日讀報紙互阮聽，所以成個讀新聞 make 互 sure 我人會人聽曉聽新聞，make 係 sure 我人知啊，巴魯樹發生蝦米事哦，啊，了我爸是讀冇冊嘛，了讀你把睇阿毛新聞讀 NSD 咯，NSD 嘅 ，News fans Time，逐日啊，逐日就是看報紙，把隻影咧就是看報紙咧。伊暗暝放工了，伊就看報紙咧。擺落咧是休息，伊就看報紙咧。伊無別咧誒蝦米啊？伊無別咧 hobby 啊，無啊無興趣，無別咧興趣，伊無去隨朋友誒。伊興趣就是看冊咧，看冊看報紙咯。哦，哇！了伊研究啊吼，咧有影家己煮，哦，有影家己煮咧，有影是做得出來咯。哦一個就好食嘅喎，我唔中意就啊，好食，真正好食嘅這樣。了伊小妹，食只煮上個經濟盤，嚇那老實講，伊頭前做經濟背先嘅。嗯，頭前我會記啲不間實咧是經濟背，嚇，了小妹搬去太平咧，未過較濟，因為我大漢了嘛，我大漢了，依個點聲我了本啊？有用到，唔是有用到累了，哦，特別別，愛特用到累啊，別驚，因特別為我個做較濟成特本淡薄，別經較賺較濟濟啊啊，對，了搬去太平，伊有一個原因，伊搬去太平是因為伊愛我人看較無相應嘅。伊愛我人講，伊講伊愛我人看嘅較無相，就是伊愛我人佇大區大。哦，伊愛我人佇一個，伊咪因為巴甲曬是較細，伊咪個成個細地方嘅，伊是頭腦細地伊會人方嘛，啊，他哋是頭腦啊，伊有較寬講過，喎，對，然後伊就搬去太平咯，搬去太平伊講人見識就較大，較濟啦，伊講大所在啦，咁你講，我搬去太平咯，有影是正價誒，成呢個了，房價了，就搬去邊個，因為我講買厝啊啦，我佇太平買厝。我幾年前買了，我嘛講愛搬了誒，所以我早知我人我啊個5、6歲、6、7歲我會經濟我愛搬了，5、6歲我哪我會經愛搬去太平誒，我學堂直換咯，我學堂直換，換了就自己學堂誒。所以你當去搬去，你到底辦緊事是你爸甲你媽是你爸是做管生理，係咪？甲咱本來做在做啦，伊無想講家己另外工，咱你媽做嗰邊點？無，我媽是真正安怎講啊？伊較 control freak 嘅，伊係咪 control freak？哦，OK，control freak。所以你媽是大頭家啊，你是你爸是幫頭你媽話事嘅，嗱嗱係因為我講上家係咪？有腦力波嘅。所以你媽你媽嘅爸有內波？我買包。你媽嘅媽是大媽還是姊妹？我媽是大媽嘅。大媽 OK。大媽，伊小妹正個帶嘅一間，แล้ว我媽就走。哦，你媽走去。伊生咗10間啦，差唔多。哈！我有10間阿姨阿哥咧。哎呦！唔係阿姨加阿姑。啊，我有10間，แล้ว伊走，伊帶我落嚟走嘅。哦，帶你媽走所。我冇帶我媽走，冇帶我媽。哦。其實我媽就幾歲啊？帶你細漢嘅啦。伊帶細漢嘅落間走。落嚟伊走了我唔知咯。我唔知我有一個大媽，我唔知我媽嘅親生媽是安怎，因為我媽冇講起嘅。哦，哇！冇講起嘅，伊唔係講，伊真正見，伊真見伊。即係見伊嘅家己嘛。哦。伊見你家己嘛？伊講因為你走你應該帶我走嘛，你見我走，我先明白。因為伊愛特別嘅，伊特別去照顧，伊唔係唔係帶本事，因為安尼濟伊帶不了嘛。了大漢呢，較濟無帶咯，你嘛好大漢呢講嘅細漢呢咯，因為伊是哆來咪嘛樣。
嗯，然後小妹我十幾歲時候，我嘛講我帶我人去，喺不丹尼見一個人，然後我去啊坐哎呦，落來講，你叫阿媽講，哦，你幾歲啊時？後尾我講阿媽，我16歲可能，所以頂到你是 expect 講你媽死十去了幾歲呢，啊，還是你啊，你是想講伊死去，什麼都是無聽你媽講起，你冇冇問係安怎呢？你有懷疑講安怎無聽講阿媽誒？無去想你這啦，因為我本教我做我講，我都袂怪啦，我會講幾時嘅事，看到一個阿媽好喎，奇怪喎，哦，特別你唔知是嚇，你我唔知，我媽嚟。唔知係下面啊，所以你甲你左樣講事情有關係個特別無你媽呢你無參，啊，因為唔知。我是接落來架一間細媽啫，係咪嘛？哦，架細漢嘅媽架I 親嘛，see，所以你媽是有對你嘅細媽啦，啊咪你伊嘅細媽啦。啊，有對是真好本嚟，唔講。哦，有陣時會聽我係罵，甲我姨，因為我奇怪做咩伊無叫伊罵，你知無？伊叫咩？伊叫伊阿崩啊，阿崩啊？阿崩哦，阿崩啊，我唔知做叫阿崩哦，我叫阿崩。應該是劇話是，應該我係細媽本時陣時。OK 人崩，誒，人知係咪叫阿崩咧？你講唔使攞咁講就咁樣，你就係咩阿崩上面？阿阿崩，崩。哦，叫阿崩咧啊，自己哦買咯。，OK 阿 OK。崩，阿妹咧嗬，阿妹唔是叫阿崩嘅，你甲我姨講嘅，是我姨嘅了啊。嗯。我係估了，阿妹叫伊陳姑娘嘅，叫咩？陳姑娘，長姑娘什麼意思？陳姑娘，彭姑娘什麼意思？陳啊陳，陳即係陳嘛，一成啊。夜成了姑娘咯。哦。了特別樣是應該是講起哦，陳姑娘，哦。陳姑娘係佢阿妹叫伊啦，叫伊陳姑娘。伊清茶甲你媽清茶會聲少。快這本啊，少年啊，較少年。無少年，無少年。伊比你媽較老。到教我表媽少年淡薄啦。OK OK。表少年淡薄。แล้ว冇咯冇，我家己間媽個錢咯。OK OK，所以你家己親媽是無咪拍有 connection 咧啦，是就你講十幾歲時，你媽甲帶你對去淨係等你嗰邊去拄伊人係因為我係講的事啊嘛，咩事？算我這裡媽嘛。了你知咩事？你媽帶我來我這裡媽個。嚇，做咩事？你媽帶你對去？可能我媽本老啊啦，伊甲看會開啦。哦。甲看會開啦，伊愛我人見前度對伊啊，你講咯。了迄時就前度對落嚟伊哦。第三個伊接落來有錢了。哦，講你伊帶走嘅啦，伊帶走嘅。了第來伊迄個時甲正講有聯絡啊咯。第六是小妹嘅伊，了我估了是細嘛。了我親甲伊帶對，因為我細媽家己伊無生嘛，伊去抱一個查某囝對來哦。了第三伊迄個本錢咯。OK OK。迄個咧就大我人無濟一年爾，我即個你大我10年，安尼款爾。OK OK OK，even though 是你姨特別伊有可能做你資本嘅啦，你講嘢會先。咁，伊甲我過差唔多8歲，真是係。因為伊小妹甲抱對來，我嘛教會了，甲去抱一間對來。所以你這姨媽，I mean 你阿崩啊，你媽叫阿崩，你叫咩？阿崩，我叫阿婆，我唔叫阿崩。哦，你叫阿婆，所以你應該是甲你講甲伊嘅關係滿怪好嘅咯。然後伊因為家己無囡仔，有夾一個囝對來飼啦，特別伊嘛是應該是只怪西洋亂嘅。知影嘅，伊對我真好嘅喎。伊對我真好嘅喎，伊真好嘅。伊真好嘅揸西洋，特別唔知安怎啊，伊人是拄着了大拍大罵啦，大拍大罵肯走咯。所以我講我係媽就好了咯。定媽佢就是女嘅嘛。對。有冇？羅競厝第一個是大羅競厝安怎嘛？我係媽是未接受走，在內嘅走。
拍了走，是拍講了紅走。是講你嘛對你嘛講，哎呦，做咩事不想拋棄伊，可能冇錯才咪走，所以你樣感情都冇人好啦，就是 because of that。日本冇，唔知上尾安怎啦？可能是聯絡到對嘅時候安怎？可能應該是我係公司嘅事啦，咁聯絡到對啦。應該我第32我有聯絡嘛，伊坐我第32走嘛。我有聯絡到，我第32應該是同地人咯。你可能特別我係媽有講過，講我係公司冇去差鄉，而家我係媽冇去差鄉。呢邊有考啦，特別冇差鄉。你嘅我係外媽嗬，佢是中國嚟嘛？我係外媽是苗迄個苗族嚟嘅。我係外媽，所以有可能我唔知，因為苗族較濟是會曉呢種邪術。你係做法術啊？你可能物件成個紅光，光頭紅光物件。因為我係嘛有講過，伊食迄種死鳥鼠啊，食咩？食死鳥鼠啊？一間馬啦，講到無參啦，一間嘅馬啦，有可能有淡薄。maybe 你看到鬼，有可能就是黑冰冰，有可能會有可能我馬小爸，可能我媽嗰時我爸咯。我哋講了，我爸是冇講，我係但係你講迄代時嘅好笑嘅樣，即係好笑嘅一個我哋都講迄代人有鬼，你講迄代，迄代啊，迄代有，就是我講過嘅咯，我冇看到，特別我講真濟人講嘅。就是你啲到呢邊個洗頭毛嗬，是你啲嘢砧板洗頭毛，尾有人教你洗，哎呦，尾有人教你洗嚇，我會記人講過迄個，迄個是我唔知，我就講過啊，我看過，我可能我唔知啦。對咯，佢都唔知你想我分袂出，我細漢就分袂出，即係是 projector 嘅 room 啊，沒有鬼哦，即係小劍好味。可能會嗬，一定咩嚟叫？攞賺你嘛，定位去帶。樓頂就暫時 projector room 掉。特別去帶到買梅花係咪名？頂住我梅花知道啊。然後我知有講你係你名，我上未去啊，吧咯。頂一站了，咁梅伊呢？我梅。但係我哋都梅咯，講把個身體有去帶咩？講隻股冇佢。我驚啊！我驚啊！攞講是四呢，特別唔是四啊，你看。喺邊較大嘛？我驚啊！有攞幾大哦？你講把身體四本把小時，我攞幾大？然後我查動畫，所以我把攞喺這邊㗎。就我把攞嗬，會使講成我愛做一個係咪？新輪騎士。新輪騎士你咪隨轉？是讓1980。哎呀，一年92年拍動畫，一年幾多幾年嘅人哋攞啊？因為我就小了迄個時嘅朋友冇，我有小英特別我冇，我有小英特別我冇contact，因為頂擺都冇電話，剛剛我冇電話我係隨隊係咪啊？我係隨隊一個朋友嗬，我人家記嘅，伊有一個新聞，伊啲大廈，伊有一個新聞，一厝口啲大廈卡嗬。火車浪死嘅 ！Oh my god！ 咱會記哦，1980幾年嘅事嘅，伊人去大嫂家啉食高溫酒。然後我嘅朋友咧，伊就是無去，我前朋友伊搞白會，伊無去，伊啲厝伊甲伊媽啲厝，伊留啲厝伊無去，然後伊爸媽啦，伊兄弟去甲了，然後死甲了嘅，春伊呢？喲，春伊嘅媽即哦。所以伊個媽呢？所以你會記這事啦，特別我會記，因為我係朋友嘛，我真正好嘅朋友嚟。特別你搞個動機，你變做你搬走去帶朋友，變做成日無關係㗎啦。所以你但係隨到對來講，帶阿咩用東華咩？我名本未記啊，東華。東華，意思係東南西北東啊？東南西北東。然後華。啊，咪你有 follow 啦 ，Facebook。哦，所以你時常會隨到啲隻朋友啦，看看 maybe 就然後拍佢動畫，啊個幾年啦講81年，82年，你搞到笑，對，所以82年你讀哪年那邊啦？
我賺6年了，然後就跑走。被一動畫嘅囡仔，當一捌南西一搭 comment 你甲阮講者 ，OK？尋人啟事，尋人啟事。哦，原來是呢。聯絡啦，至少知講，白鷺嘅樣安怎了哦，阮是。แล้ว下一間甲你食食嘅啦，講伊會出來人，回家浪死嘅，你食甲你食食。我食食，我大家去廚醫嘅，細漢嘅事。我咯，即個咯，了，這是我巴根斯坦嘅生活啦。了，因為我講對我爸嚟講，我講對我爸，幾時了100字幾後，我嘛是有幫到伊嘅嚟記哦。我講我爸嘛100字嘅事嘅。我幫我爸就是第一邊角咯，第一巴根斯坦嚟講，就是第一邊角。哦。我就是幫到我爸第一邊角，這邊角伊荷人。學迄個牛頭馬面帶走。因為我會記，我爸媽咪時候，我爸有電視啦，伊是教我講對，伊真數念迄邊個。伊第歡喜嘅時間就是第巴根斯坦迄個，迄個可能係20年啦。伊第歡喜就是第迄邊個。原來。แล้ว所以就是我幫啲，因為我哋奇怪，因為我有坐過我爸對伊邊個，我對伊是早10幾年前，我有坐我爸嗰邊個，因為伊講伊去邊個，伊就久無去了。然後坐喺啲邊個吃吼，咧邊個伊拄對伊老朋友，我看伊真歡喜。我看伊真歡喜，對伊老朋友邊個吃物件啦，咩個了。然後就แล้ว所以我困醒做咩我唔是幫掉。白為做咩幫到迄邊角嗰度，就是迄間店嘅，大邊一條咯，伊有影咯，伊小妹本是走迄邊角咯，應該是。有小妹伊走有影是迄個牛頭馬面帶伊走，我看到帶伊走。都一個人吼，有影是我拉薩拉應該是。伊愛走嘅時候，伊小妹伊第一歡喜嘅位咯，應該是喺迄邊角咯。แล้ว我媽我本時嗰度，我媽本時差唔多我100字本時，我較濟無咩去隨行100字嘅物件啦，因為我無對伊擺嘛，我自己就知，所以伊無講我本唔知。แล้ว迄個時咧，即係唔是我忙啊，我唔是行邊，我唔是忙嘅，我是有一名。因為我媽吼頭切無消息了就，我爸頭切我個知，我爸頭切對來，我媽頭切本無對來，了無人知伊對來本無人看到，本無去我嘅歌，本無去我嘅指揮，無咯，了我就奇怪咯，問你唔頭切我咪，你聽人講咯，你講無，我媽寫你咯，意思講我媽放得錢喺後面咯，了本無人幫到伊啊。無人幫，後面無，伊走就想走嘢。แล้ว小妹我做阿咪咯，就係因為即種物件咧，我最近發現講，我就是我啲個 house 時，我人有拄到，伊人嘛是有人講MCO 嘅時，唔是有一個 guest 講，伊人做迄種 time travel 可能嘅，記我人有講過。你成日講，即係成個 meditate 咧，要去無相位嘅，有相位嘅點解嘅？即個物件我是落來會曉嘅就，我先會曉咧，即個無學嘅。了我唔是調工做，我是有陣時換咗 relax 都我哋會上到去啊。我唔知 actually 我是 travel 去，了就是迄個，了上尾我有去 MCO，我有去對住有啲 class 啊，是係你扎啦。迄種嘅 light 測啦，可能嘅係。了我迄種嘅咩一刀呢？我一樣先生講你今日朝你看咩啦咧？我今日朝我就看到個了灰個了。係咪藍啦紅啦？藍紅係咪色？係咪色個了啦？個了看到淺嚟色個了，而且我冇去研究這個嘢。特別你接落來看到，特別你唔知係咩物件啦。就是一樣講。都是看到啊，是啊，我看到啊。你人家再講原來，我剛才講原來是真係講嘅嘢。唔是安尼用嘅，唔是因為早一人去學了，才會曉嘅嘛。แล้วก่อนนำใส่ก่อนว่าแต่เดี๋ยวสิ
每的那看那物件啦，OK，你其實好聽啊！我梗係講3點鐘嘛，梗係發名3年嘛。啦，我每女物件無夠10%個 ，OK，無夠10%個，我唔知後你咧這樣你講嘛，咪告訴到你 interesting 嘅就，所以你會記咱講起到你細漢嘅時，你係點先時？你其實是感覺到有看到，你成死去啦，啦，死會咯。所以代表是到第8間Serai啦，是？你已經看到啦。แล้ว你看到嘅是死會啊！我頭先是特登嚟趯我咯。趯你啊？困嘅是？特登嚟困嘅是趯我咯。係嚟是我個趯講，我唔知咩嚟，我知我真驚。哦，所以你感覺驚啦。แล้ว你教你媽你爸講哦？冇講，我冇講咯，因為我唔知做咩，我唔知這個事，我是講特人嘅呢款，嗰是特人嘅經驗，嗰是講我是做夢啦，嗰是安怎咯。可能我有講過啦，可能啦，我唔記得啦，可能有講過啦。特別你感覺就冇咩人插手，你變咗成個自己特別驚咯。自己丟，特別驚，小妹再講自己研究安怎變成菇啊，我講啦變成菇，伊特別特別菇啦，安怎研究咯。了成菇袂使，像下晝我講咯，迄種嘅 relax 就是你放空，你 meditate 嘅安尼款嘅狀態啊。對，你就會到哦，你就會接咯。對可能啦，所以我袂使有安尼款嘅狀態。所以你就被 double protect 掉，你就被成日 protect 掉咯，double 擊掉，所以你未接你成。掉淡薄，安尼款咯。哦，你袂使放鬆，怪 tiring 嗰種安尼款。真正頭真正輕嘅。แล้ว你爸爸有你捌甲你爸爸講過你看物件是，你成聽到你捌 share 佢講，你係咪講安尼物件啊？咪你講成 brush off 安尼啊？樣小妹家己拄着，個知哦，敢袂話？我大漢了咯，樣啲厝拄着哦，了甲咱袂話。所以特別樣一路來，你成個大漢，你四個兄弟姊妹是跟哪你一人會講到呢？講到看，你哪個你小弟哦？我小弟。OK，OK，講到啲你去迄個我講我媽，你去啲我拄着我媽。我就做 OK 啦，我講做一個。即是當今，I mean after 伊過時咧，頂年可能做啦，做一個 traveling 做一個 travel 看埋咯。哦，看because 是無對內就誒，大路啊！特別你是無煩惱啦，你是無想講，你知講你嘛會嘅性格，阮就想講 feel 到伊want to go 係伊家己你免煩惱個伊就對啦。對。所以特別你會去嘅步看下，會去看者伊到底安怎當叫咩啦？拍一間查某去啦咯。แล้ว我就我就阿妹較濟時我阿妹 relax 時困嘅時就會做可能嘅。แล้ว我看，แล้ว我一坐到我去大陸度，坐到我去太平嘅第2間厝，我人嘅新厝未好嘅時，我人有睡到一間，我頭一間是睡大無3幾個幾嘛，因為有鬼嘛迄間。有鬼，我嘛搬，就是因為有鬼嘅事。佢特別講，肯定特別講就係做係鬼。有鬼嘅事，แล้ว第2間就是甲換店咯，แล้ว第三層樓嘅，啲店嘅樓頂嘅。แล้ว我做咩我來到這間，因為這間厝大無夠一年加安尼厝來。大無夠一年安尼厝來，特別即個做咩我那時候我會歡喜咧，會屬甲即間咧，因為我甲了對來啦，因為我個是甲我講大嘛，細漢，伊中學了我甲對來甲我大。中學讀了，伊來對來上尾一年中學佇太平讀啦。我就看到，做咩我會看到去到即間厝，แล้ว我去開，我係買旁間，我看到我媽對面講。你看我看伊 ，Oh my god！ แล้ว我就對來先講，แล้ว我知係啲明白。
哦，在之前，因為做咩咯？嗯，因為咧，我哥咧一店是啲馬路嗰時啊，我哥店啲邊間？哦，你佢有咩店？你我哥開摩托店嘅，哦，冇多店，OK。我冇摩托店，我小弟不是開摩托店，所以我哥嘅店是啲夾幾難經營。哦，OK，OK。嗯，應所以係是該是我喺邊度？伊所在，伊平安嘅所在有可伊能。歡喜嘅所在咯，啊，伊第一歡喜嘅日子嘅所在，應該是啲邊度？哇！佢哋時間啊，迄陣時間啊。來，當然講，我聽講你安怎看到你頭一間厝什麼時候貴，你要未搬？我搬去台北嘅頭一間啊，我攏無啊，貼到啊，一是搬厝迄種M 搬厝，你隔壁跳檔嘅嘛？是我隔壁開始去頭看跳檔，哦，是我仔跳檔嘅條，成個暗嚟我隔壁是暗嚟啊，我隔壁暗了，這邊是做落地店啊，正價是落地窗。哦，一是厝入邊做落地窗咧，這邊做暗。哎呦，嚇死我！要看。後早我眼看，無論我見到，確定啊，確定。所以伊紅險看到，成個話嚟，可能講幾個時啊，紅險殺出來，伊紅險殺出來，伊驚紅險殺出來，就掉出嚟驚仔。我愛回來，愛回我食面，哎呦，包一間來。哦，哇，掉10點幾啊，嚇，10點半啊，嚟，10點半，我人唔是。啊，10點半，對。了，我講你係咪啊？你講你第一間厝嘅，頭一間厝嘅幾到你大病嘅，你嗰邊是暗，你幾日頭，伊是調子講嘅，調子講嘅。然後我係即間咧，以前咧已經人講有貴啊嘅，特別我人大落來我較知。大落來我就是看到迄個空鴨啦、梅啦，家己開崁嘅。空鴨我看到空鴨開崁，因為我嘛是做早起，讓做生意做到暗暝，啊個11、2點才對到厝嘅，達到。對來時候，你無得早起，佫再出去啊。你暗暝咧，我較細漢咧，我無去鬥甲手。你剩我，甲是教我姊，我姊有陣時早無對咯，我姊咧讀冊嘛，家己。แล้ว較早對，แล้ว教我姊兩人佇厝呢，แล้ว我哥佫無佇嘅，我係小弟就真細漢咯。我3個，有陣時我教我姊，有陣時我一人，有陣時我姊一人。แล้ว我困醒，有陣時10點幾啦，我去困醒吼。然後我嘅迄間厝吼，伊真奇怪，伊嘅房間，我人嘅房間吼，香條阿妹喺你灶卡喎，喺你灶卡，喺你灶卡吼，灶卡伊有頂擺都知有迄個天井，落雨行嘅咧天井嘅嘛，所以迄邊間嘛是有一個，伊毋是井內有一個細細甲地水物件，啊，迄間嘛是地水，迄間嘛是。我房間就是香條，一個前者嗰邊嘅，前者嗰邊了，一規個阿妹就是嗰種啦，規個阿妹個了，然後佢哋扛啊嗬是木嘅嘛，扛啊是攞嚟安尼款咧安尼開，對，攞葉安尼才斜咧開，所以我較濟咧是開掉，因為點解我講咧嘛，一是安尼款，安尼款開掉啦，邊啊安尼開嘅，然後有時候嗬，一類嗬，家己冚，佢都就係木你每晚都下行吹家己冚嘅。你木嚟咯就木你冚啊。木是茶係我哋講。茶嘛木啊。木槍啊。你茶你講你嘛。即係我哋都門話是唔是到啲厝是唔到啲 rubber estate 入面得一間？唔是 rubber estate。是啲一個細嘅，真係細嘅一個上加一啖你看啦。四盤可能就博間咧，四盤博間，四博間，太平其他平個有10分鐘、20分鐘個。係是北京啊，係是北京厝啊，北京都不多嘅係邊個呢？你講你頂到都講佢哋一個經啊，就博見啊。唔是，迄個是我講嘅厝。不過講嘅嘅迄個是我講嘅厝。我講嘅厝啲，我冇咩記啊。係安尼濟嗬，我看到嘅嗬。我第一記伊是 top 10嚟 top。係你見top 5，因為我真細係嘛，對我3、4歲第一記，特別邊個啦冇咩記啦，特別我在是見啦。你睇我第一記啊，如果頭手用
有影是頭一刀，安看到嘅咯，迄間是明明嘅你看啊，成啊，明明看到嘅迄間是頭，迄間迄間毋是，了就伊行啊，很開我教我姊啲旁邊哦，你姊有看到？結果我姊有問，我姊有提問，所以我姊教我兩邊人，我跑這咁驚走，一定聽走，唔敢講後面。了小尾我嘛喺外口聽到，喺白出邊啦，是咪哦？人講，你到迄間，頂擺就是人做塗水嘅人，做塗水嘅人大，人暫時大了。做塗水嘅嘛，人有 project，人做了走，做了走哦。伊講有一間就是暗暝，伊一人坐佇廳位，了坐佇廳位食飯機，你看，了迄個教員吼，家己起來。你知哦，伊規個講伊會起來，伊個鋪呀，迄個鋪起來了落去迄種，了佢講，了教我嘛講啊，了我唔知教一個教員啦，因為我大時是有教員嘅，你聽會咯，因為舊厝咧聽較細嘛，照卡是後尾較大誒嘛，了我舊教我大迄個時間，我舊咧就大後尾旁邊，因為伊有1、2、3、4個我哋旁邊。我教我爸媽咧，我人幾兄弟仔就大頭前我哋旁邊。我教我姊，我小弟教我媽困啊，我教我姊妹嘛，我姑邊邊嚟個。我4人困頭前，我姑教我我姑教我舅母就大阿妹咯。阿妹咧就是真大咧，阿妹了，你知你點辦哦？是啲外口嘅就可以厝姑噶。個 outhouse 那你那要出去外口嘅去怎辦嘅啦？嗱，倒晒嘅，嗱，倒晒嘅，倒晒 OK，我嗱，倒晒嘅裝過嘅迄種嘅，所以我特登去阿妹去怎辦，我真係壓力嘅咯。因為阿妹怎辦阿妹吼，就是迄個mining嘅，迄個石嘅，我石嘅，迄個電麥，石嘅電麥特別無聊嘅，伊是咁樣講嘅，咧啦，棒料啊，一個力嘅，一個力嘅無聊。OK，我都無咩，嗰陣迄間吼，我是看到迄個坑啊，你看呢？特別我係舊就拄到真濟，我係舊吼，伊講暗暝吼，因為伊嘅旁邊頭前，伊是阿妹，伊是阿妹往啲頭前，伊阿妹邊，伊暗暝吼，一聽到有人漲水嘅咯，因為漲水，佢哋漲水傾就是啲嘢旁邊嘅頭前，一聽到有人搶水，因為本來聽到嘅嘛，因為講了正下面嘛，伊聽到有人搶水，แล้วก็有吼我媽吼，頂擺我人食我人無成都嘅嘛，頂擺แล้ว未買成都啦，因為即個厝是大占時了嘛。แล้ว我幫佢咪成都嘛，幫啲店啦，我厝無成都啦，แล้ว食村嘅菜啊，是幫啲咧搬圖。我會記下有棒嘅，伊只冚起來後，伊內面有隻啲棒咧嚇。咁，你睇你搬圖哦，啲菜有人食過喎。有人當嘅喎。有人啱要陪我到嚟食嘅喎，你講。แล้ว清明咪是係咪咯？清明嘅時，我咪講伊垃圾掉，真濟人對嚟。你聽到真亂，真濟人對嚟，真濟人啲厝內面，啲旁邊嘅每外口人經過真濟。真老熱聲，聽到聲。真老熱，你講，你做事無做人啦，因為我大隻嘅啦，我大唔知。我年無夠我搬走，我嘛驚嘛。我知我嘛惡人無打嘛。惡人無打。你去，真你搬去太平嘅時，你到底講下你太平嘅生活？定到你是第少年嘅是你當兵是第久啊嘛？我感覺。你唔係話第少年啊？我少年是巴干斯拉啊。巴干斯拉，咁你巴上啊？特別你到底太平嘅生活上，再嚟講話啦，是3年級、2、3年級。我3年級哦。家己行路咯，行到我5、6歲，我家己行路去學堂啊。是對。是唔是？冇講見你咧。對。行路，家己行路去學堂，แล้ว小學期就坐巴士，甲朋友，小學就搬你見咯。特別我5、6歲就行路去學堂咧，行路冇學到假啦。
是無耳帶哦，你咪是隻線，你第世界耳帶，到啲店頭前，到下邊無耳帶，咱怎啊？你做下邊物件當今？特別先正是做甲半死嘅啦，我細漢是做甲半死嘅先正。到下手出嚟做生意啦。到下手咯，洗後洗盤啦，洗後洗盤洗袂停咯，我八過吼就洗完咯，我洗我即回就洗盤我褲裡面甲洗到我嘅骹阮，徛起來阮袂徛了，洗袂了哈。哦哇！特別 OK 啦，我是無講我洗按箍啊咪隻阿咪箍唔捌哦，我唔捌上過安尼款呢喎。所以你咪是第幾？你是這是你平常，這是對你是講是普通 normal 嘅啦。咯，哈。唔捌甲人講你知我洗下條箍啦，我把你條俾人當享受，我無安尼款咯。你只普通嘅就對啦，這是普通咯，把你大漢咧看到對人講，我洗下隻箍啊咪啊，你為人家伊嘅囡仔講，我洗下你知我就隻箍啊咪咪啊。你無啦啥講是箍，原來我係裝是叫箍啊。特別對你嚟講，你無啦感覺到喎，你看啦。我真真 happy go lucky 嘅。then 你無到下手嘅時有蝦米物件佚佗蝦米？佚佗蝦米物件？你邊段無耳帶啊？無通過去看人畫刀，無通。我講太平嘅事啊。太平嘅事。你太平啊？太平時我就大漢了啦，我較無9歲10歲啊嘛。差唔多學等。我讀皮菜咯，我小學貼換去另外一間，啲是先無講雜誌朋友，隨便慢慢有朋友咯，朋友帶我頭前邊啊面咯。了我特登走去，了我較濟朋友啦，是啲我買店迄邊㗎，我買店嘅阿妹，伊是一個新村來嘛。because 大學邊較濟啦，人哋都啲店嘅位啦擺。你店會幫學咧，走去店，回去幫學整去店到甲手了，個呢邊甲換衫了，甲去做，甲去讀冊，甲去讀冊去學堂，是下晡班咧，就是早起到甲手了換衫了去讀冊咯，了幫學了吼，就行幫學就對去店，因為我嘛開甲暗暝嘛，我就是家己。你幾點啊？開個店你叫你個別店？我嘛開好早暗暝啊，我講我爸。早起幾點開？半5、6點鐘嚟啊，7點幾開啊，特別暗暝開到11點嘅啊。直接爽嘅頂到，你看只人往時，你睇人只傾呢，去食啉咖啡，頂到時咖啡店，我記頂到較久嘅時候，咖啡店冇開較晚嘅，你知喎。我往時成日要叫暗暝去啉咖啡，找朋友咧啉咖啡，我是去到咖啡店位置，當今我少講有，咪有啦，但無成日講一啲成日講係大面嘅gần頂咁，你看你較大間嘅有啦，即較細間咖啡店有陣時無，你無成講。特別吼，都知哦。頂擺咖啡店哦，查某是無去嘅。是打波嘅啦，嚇。你會記哦。我查大漢較知，因為我把路上倒對吼，因為我安怎知啊？是我嘅娘講頂下我頂擺無坐咖啡店，做咩無坐咖啡店？結果查某無坐咖啡店嘅。對，是咩？我家去咖啡店嘅，我想要小對，把路上對吼。有影着咧，查某是無坐啲咖啡店，身幫大坑安尼款呢。人甲了就發現着，我把路是真嘅。我媽有，我媽 ，because 我媽是參我爸，我媽接落來冇看摩登，我媽甲我爸做一店，用上門是做一出門做物件，都是兩人做一調嘅特擺，我爸甲我媽，所以有咯，阮真少講翁會帶某來食嘅，少年人是無去坐咖啡店嘅。我看到原來是喎，原來是安尼款嘅吼，原來是啊，即係無安啲，無安啲係較唔知maybe較成日歹看啦，成日講，因為伊人講是一個查某，甲是查某坐咖啡店嘅啦，伊人講是做迄種無正經嘅工嘅。對，尤其是暗暝暗那個出去。70年代時下，伊人講70年代可能啦，60、70年代啦，是伊講是迄種無好查某啦，歹查某啦，歹查某坐嚇，你看會所在你看講啦，少少都無喎，嗬，點解？有時會到往年代，往嘅時間有啦，往去小販中心食啦，嗰陣陣啊。
你 OK，即你無講到嘅話，你去拖咩物件？你做爽嘅小嘅物件哈？我大家姐嚟。你大姐大啊你？我啲阿妹善春咯，唔知啦，可能把都有聽到嘅迄邊嘅朋友講，大咯會頭啦，大家姐。我特登走去阿妹迄邊嘅醫嘅，然後迄邊家姐善春啊，แล้ว家姐我係朋友嘅嘛，แล้วเลยก็แล้ว是當學啦，冇得事我是落去咗。但因為我走去甲醫咧，因為迄是大漢啊嘛，咁啊搭架小我嘛啦，係啊嘛，我特登走去，偷偷走去嘅，啲店阿妹嗬，xuất出去哦，跌出去呢嗬，唔對嚟啊，啱尾腰個對嚟啊。但係你唔係你無影響冇咪插路啦？未對嚟條拍，哦，對條拍啦，走去嗬，我係使早起啊，10點幾走出去，下晡過啦，對個對嚟。哦，點做啊？結醫咯，我哋講，啲事9月10歲事啦，9月10歲事咯，結醫咯，你啱尾拍住輪表嘅我啱尾嗰陣xuất出去，梗係出去。10點幾個對嚟啊，收無冚店無對嚟啊。這是你有嘛是有錯？你講無鬥下手，啲到店咪無鬥下手，還是你少鬥下手？淡薄嘅嘅啦，有鬥下手嘅就要出去啊！做了啊，噴冇嘢咯。外資就較好啦，外資是有影是細漢做較大漢，外資是以前較好，以前好，就是外資是第一下面。咁啊，如講我細漢冇看到，看到外資就食苦，外資就食苦嘅人嚟，有影是伊是食苦啲，因為食苦嘅伊啊，我應該嘛，伊咧也接觸嘛，伊也接觸咯，較濟是別來別去啊，真頭皮接落啦，頭皮迄叫阿咪捉米腸，捉米腸伊咧嗬，伊咧就度去咯。你睇依家人轉到往，依家走去嗬，走對厝嘅了，全部嘅囡仔。我就往即度走去，我對啊有咧嗬，對去了困。嗰啲吹個，所以養去頭皮，然後你一頭對啊無去吹養嘅嚇。對去我。所以養嗰啲頭皮掉啦，一頭你無吹到，一養就養冇頭皮掉。對厝啊，無插樣啊，แล้ว無咧就是嗬，迄間吹。我看見啊，真怪難的哦！看見吹見哦是較細漢的來了，然後對厝啊，無可以吹掉咧。一定啊，考哦，迄間4-5歲，見到啲行考吹無考。歹死啊！因為佢哋新村真大嘛，不過新村我無落，迄個新村我對有看到，我去店個了啊。呢邊教咗幾年咯，了上尾去啊中學嘛就搬隊去我嘛有啲北海做過1年啦。開店。後來麥丁啊。曼丁嘅店會做。曼丁係你幾十層樓嘅，你 flat 樓。所以樓下開個別店乜啊？伊開個別店是有請主角經濟背人啊？參北水，上啊。參北水賣麵，我其他太平洋嘛有賣福建麵、平麵、垃圾。哇！你這炸話麵，係咪家己做呢這啊？對。哇！安尼這伊有陣時有炸話麵咧，伊就有炸話。看拜鬼餅麵，拜鬼餅麵。occasion 嘅啊，แล้ว阿三垃圾咧，垃圾咧是大姐姐嘅事啦，做咯。我買垃圾真係好食。哎呦，你學到。真好食，我學唔到。咖喱麵，咖喱麵本真好食啊！鹹麵本真福建麵啦，福建麵真好食。特別多對住咖喱本是，伊本是學嘅啊，即係袂煮嘅。袂煮嘅，本是學。去頭椒仔麵，伊本頭學，伊個椒仔麵是放金瓜。OK。伊放金瓜，應該是有人知啦，用金瓜來拍。伊湯啦，伊湯。伊湯，金瓜。你甲你嘅兄弟仔姊妹內面就是較親較識較，你小弟較晚路時候，是毋是伊會結較
夾我是兩個都好啦，我係小牌啦，俾啦。啦，俾啦嗰啲扒來扒去，我搞我先係搞我係講價錢。我你搞你講價錢。哦 ，OK。你比較是你拍戲本啊，你淡薄沉性本啊，我有時站我搞我係過大本啊。哦。應該我係嘛幫佢白海了，我係指教我指教我係小弟對伊。哦，去白海，我了你頭教你過就真大。我搞大。到底大餅。我咪幫我咯，伊幫佢我買。我買幫買我搞啲我搞開過大啦。แล้ว但可能จะสบายว่ามาก็ปอตุ้ยที่個 N 做啊嗱，千年啊個 N 嘅事ว่า你蒙得巴啦，個 N 是蒙得巴，แล้วสบาย哇，你是แล้ว你嘛搞跳舞咯，直直基本上去做，แล้วสบายว่าแต่嚟 KL 咯，一個自己你蒙得巴，哦，你幾歲時去 KL？教都讀方式嘛，我冇讀方式。都你 after 放5就去 KL 啦。係啊，你黑市你黑市我就俾我19啦，19去 SBM 嘛，你讀 removal， 有讀，你讀 我能特 remove， 別睇嘛，你冇跳班。謝啦，啊你所 elite 啦，對，所以那時你跳班，你冇跳班成日玩，可能所以你是18歲是 from 5，所以了19歲嘅去 KL 咯。所以19歲你知你要讀咩物件未係是？知咯。按照你知，按照你安尼我在講我細漢，我一年級已經在外讀。哦，呀！我已經正在。你細漢一年級是上會讀咩？大陸讀。我一年級時我上會讀，本是上嘅，本是 design 嘅，特別是 design 即個厝。哦，是 architect 嘅呢？哦 ，interior design，OK。加 design 曬。哦 ，design，哦，所以你知啦，乜是 design？你在講 design 嘅，我熟㗎。我suka design，但如果我真係 suka 畫嘅唔是啦，特別我畫啦，比我 suka design。OK。尤其是哇，你細漢就知啊，我唔知喎，我細漢知。知了，我知我個搞爸媽講都特別流淚啊！哦，你記得？我教我爸爸講我都特別流淚啊！我大漢咧，我喺吉隆坡讀嘅，我佢係講吉隆坡嗰個，佢講嘅所在我吉隆坡讀嘅。哇！所以你一路咧就知你只 clear， 你只清楚講你18，你只中學讀了，你就是會去吉隆坡讀 design 啊。你按怎找到啊？當家己找啊，因為我都唔是搞我13歲就冇，特別係搞我爸媽做啦嘛，你有揸正價，啲邊個 OK 咯，我家己加獨立，所以你只係獨立啊？獨立咯，加獨立咯，有交加放5。好了赤啦，哋佢看報咗點解乜都好攤講成個白佬你好苗 ？Internet research 咪？Internet 啦 ，research 啦，冇啦，因為是家己看，家己看報咗咯，看報咗咧，即係有一間學堂，有幾哪間學堂啊？即係嚇你，學堂嘅廣告是細細格嘅，白佬有一個。係咪學堂啊？細格，我睇是一本學堂，叫細多，白佬個有，白佬是學啊。細多是胡玩，細多啊，細多胡玩，嗱細多時咧你頭嘅名，細多胡玩掉蕉啊，掉蕉嘅胡玩。咁OK啊，喺呢邊搞就睇。你講你去你家己你13歲你都冇教你爸爸樣，但是因為你爸爸開店到啲Bagan Serai，到啲唔知啊，到啲Bahan，所以你小教你個做第一到啲太平洋還是？不，所以 that's why 你去你 already 感覺其實你個你個老人嚟啦，佢就是你爸爸就少較濟時間咯，其實啱啱咁時間。但係你咪是，所以你教你個就錢咯，應該是像做生活嘛。then 依度你幾歲？9歲。哦 ，OK， 成個話我知本大我9歲。你知你個小拽啊？小妹 ，maybe 較早。點知就是人講小，我個小拽，我地度來就講係小白，即係小拽。小拽是8歲，小白到你8歲，都會伊個生日是。OK， 60，你60幾？我知69嚇，我知道9歲嘛。我知道9，對69咯。
除非伊是2月過後加2月整啦，1月生日度，所以無來講應該是想抓到小抓。甲我只其實我最近才知哦。你想講是小白是 Bruce 小白咯 ，Bruce 大8歲，我只大9歲。OK， so then 你人大嗰邊，安尼一年去吉隆坡正6年哦 ，so 你應該是只 free 咯，你想做咩就做咩咯，當然免去高店免去咩。有啦，我擺落嗰時候我嘛本就讀本啊，伊知吼，伊管袂着我人嘛，然後伊互我會用嘅鐳是一禮拜爾嗰度。所以你特別獨斷去個安還是去北海會去解體鐳？其實北海嘅是北海，所以你特別去鬥下手。對，我無。所以你是 weekend 就去鬥下手嘅嘢就鐳。特別去，咁特別出現呢邊㗎。因為其實你知啦，就無 express bus 嘛，係你時間。你就玩轉坐哦，我特別坐 omnibus，你知 omnibus 嗎？唔知喎，實際你紅色，你紅色嘅坑開嘅叫，這是普通嘅 bus， 唔是，city 普通 bus，然後特別啲位厝，我唔知電視嚟，我唔知電視播。你是啲播嚟啦，播間，因為厝，應該我睇邊這間厝是較傻白咯，就我家己嘅厝啦。所以我這邊個單咯，幫我先先咧是幫我歸後，幫我歸後就是俾搭車，是我咯，準13歲。我這邊個單，坐 OK 頭一輪，坐家去大陸咯，坐家去巴黎本達。巴黎本達嗰邊個？嗰邊個是 Glen 啊嘛，咁是Seberang Perai 嘛，咁冇？嗰邊個冇夠嘛？嗰邊個換 bus 去北海。換 bus 去北海啊嚇，去咗北海了，北海嗰隻換 bus。攞咗這邊教過 ，OK。我教3座啊，所以安尼款去咧，個愛2點鐘，3點鐘。攞3點鐘。你講omnibus 到啲北啦，omnibus，有 interstate 啦，有過去出外州嘅 bus 啦。交Seberang Perai咯。你是外州啦，另外，早起咯，冇擺過班你到北啦去個檳城嘅嘛是？擺過班過後。擺過班到過去。班過後。我就過去，因為擺個較早班學嘛，你點什麼樣嘛？成話咧，成你成都看住啊！你什麼樣嘛？一就你可能過去搞到嗰邊個7點幾啊又。嗰趟有過，我 still can see on the road today 喎 ，omnibus 應該個有，應該個有。OK，所以你看一個10幾歲嘅囡，你看特禮拜，你看，你不要緊啊，你記啦，禮拜個對。禮拜個5、6點3、4點你看咯，嗰邊個我買架荷里活咯，我係件是30塊呢。你30塊開啦，30塊哦。特別厝是，攏是嗰邊家己厝，你家己厝，所以唔是水啦，嗰邊你家己厝買厝啊？你係到啲大邊嘅？大邊家己厝咧，我買咗厝。OK，你到啲北海嗰邊嘅，北海是店嚟。所以講困到店，所以你去嗰邊大是困到店嘅。我是困到店。OK，困到店嘅。OK，但係店是水啦，成啲即店厝所。頭一年就我冇咩曉煮嘛，我係過買咯。我過時買暗暝對，過對我出去食，咧暗暝對我過買咯。哇，30塊 survive 啊是，咪叫8幾個是。我坐 bus 啦，嚇，個愛買日食啦，個學堂啦，咪個了，你有陣時我買會煮陣正件，好我可能咯，對，更掉對，哇，坐巴士啊，更掉嘢，個3輪啊，我不要坐火車哦，定咪？因為我坐火車麻煩嘛，我冇火車落埋邊個，我特別去到太平，我喺邊個坐巴士頭會夠嘛，坐火車我特別去到太平嘅，但我個對嚟嘛，對，呢邊個冇車站。OK，當今啦，嗬。咱講個一平性啊嚇，這禮拜，你有時我每就是到啲吉隆坡嘅生活時啊 ，OK， 接來就是咱講吉隆坡嘅生活，咱時會聽嚟講，你會留掉聽 ，OK， 講無了個講無物件講啊，哈，成日鬼告訴我哋款啊。
家己所講我係變講掉。我係真了解你誒，我真了解啊！我那是未講話人啊，我冇請起來誒。那是講你佢未講話，我對外，我對外話。啊，是絕對有物件講嘅。OK，所以咱當然講個一邊先 OK，咱個下禮拜咱個接落去收聽啊，這新嘅話題了啊，唔是新話題，咱是講無相到底南西生活無相部分嘅生活事，咱個到底來拍確過。OK，感謝各位收聽。下禮拜，咱個再見，拜拜。人到啲 YouTube，人咧頂一禮拜無看，必須到一邊去訂啦，一邊伊看訂看，就訂看訂聽，訂就正嘅好，現條錄音就當基本看，現條是對同啲路啊，然後人下禮拜個再見面 ，OK？你哎呀未記講嘅，就是攞個 ATM，唔使 ATM 啦，你一邊誒，頭路死個未出來。之類嚇，之類誒出到嚇，嗱，即係使訂，感謝，拜。